各位願意參加基督少年軍嘅隊員，你哋係咪願意遵守分隊嘅紀律，作好基督少年軍應有嘅榜樣？我願意。願上帝賜力量俾你哋，使你哋可以喺分隊當中成為傑出嘅組員，同埋主耶穌基督嘅精兵。各位願意加入基督少年軍嘅隊員，你哋係咪願意遵守分隊嘅紀律，作好基督少年軍嘅榜樣？